你袂感觉因遮的同学吼，大家拢有问题啊？啊，前一阵嘛听讲有一对出婚的。全世界人都会当出婚，会当离婚，啊，我袂当。还是上讲两性专家爱去维持一个无适合的婚姻。我本来想讲，我会完成我细汉时阵的梦想。这你是会开几两个店？这间店拍落爱偌济钱30万。这你唔免烦恼啦，跑车卖掉就有钱啊。我拄则去大卖场的时阵哦，有人伫咧推销这家店，足好用的呢。我唔是爱你做家庭主妇，你亲为师啊模样，我看着真袂惯势呢。伫恁主任所有学生内底，伊上怀念的就是恁这班。伊会当甲米费安排坐伫乐成的边啊，想袂到恁到尾啊谈恋爱，还阁结婚啊。